歡迎收聽協康會電台講聲你知，我係主持 Amber。除咗治療師之外，對小朋友最多嘅就係特殊幼教。不過大家知唔知道一般幼教同特殊幼教有啲咩唔同？我哋今集邀請到做咗7年特殊幼教嘅蘇老師，為我哋分享佢日常工作。Hello， 蘇老師。Hello Amber。我知道師生比例方面呢，幼稚園大約係1:11，而特殊幼教就係1:6:7。咁究竟佢哋課堂上面有啲咩唔同呢？喺課堂設計入邊，幼稚園嘅教學課程呢係以促進幼兒全面發展為原則。咁透過體能、語文、數學、大自然與生活、個人與群體、藝術與創作呢6個範疇去做根基，根據翻上面嘅單元去設計主題式嘅教學。咁特殊幼教呢，我哋會係啱啱我提過呢6個範疇，按照我哋個別群體嘅能力作出調適，並按照學習進度去設計課堂嘅深淺。我哋都會同每一位學童設計個別教育計劃，去跟翻佢哋每一個嘅能力設立教學目標㗎。咁聽你咁講啦，特殊幼教其實平時會做啲乜嘢㗎？特殊幼教其實都會去按時間表上堂嘅，而最大嘅特色咧係我哋會同每一位學童設計個別教育計劃。我哋有6個範疇，當中就有大小肌肉、認知、自理、社交、語言，去幫學童設計咧適切嘅教學目標。咁我哋亦都會按時間表抽個別學童上個別堂，去根據我哋為學童設立嘅計劃執行針對性嘅訓練。咁同時間咧，我哋都會有主題同埋概念堂，去幫佢哋提供認知性嘅學習。我哋亦都會同佢哋上感知堂，去幫佢哋咧由五感嘅層面去探索事物。我哋都會好重視咧，俾佢哋喺遊戲當中學習，設計啲自由遊戲課堂，等佢哋咧好多時候都有啲機會喺玩嘅過程裡面提供社交同埋自主能力㗎。咁始終小朋友上堂啦，有陣時都會扭計或者唔聽話啦，咁你會點樣處理呢啲情況啊？呢個情況真係好普遍啊！成日咧喺課堂裏面都會見到小朋友扭計，我通常都會俾時間去觀察點解佢哋會出現呢個情緒，揾到原因之後咧，我先可以對症下藥。如果咧小朋友喺我個課堂裏面發脾氣，將我啲教材咧抌晒落地，我就會用說話啦，又或者社交溝通圖卡去幫小朋友表達佢當刻嘅情緒，然後我會用肯定啲嘅語氣咧話俾佢聽發脾氣係唔啱。例如咧，我會講老師知你好嬲啊，但教材咧唔係用嚟抌噶。咁當小朋友咧聽咗呢個規限之後，我都會提供一個咧調節情緒嘅方法，幫佢可以專心翻上堂。例如，如果你覺得嬲，你可以攬住公仔，或者你覺得嬲，你可以去洗手間洗洗手。有時候扭計咧唔一定係小朋友曳，可能係佢啲身體狀況令到佢唔舒服而發生。所以我都會先觀察後判斷小朋友嘅情況。有時候亦都需要提供適當嘅關愛，等佢哋嘅扭計嘅情況咧可以緩和嘅。咁聽你咁講啦，其實工作上面都有唔少事發生啦。咁當中有冇一啲嘢令到你覺得好感動嘅事可以分享一下㗎？有啊，我記得咧曾經我教過一個好弱嘅學生，佢身體機能好差，同時亦都冇語言表達嘅能力。好多時候咧上我堂會太攰瞓着咗啦，又或者行下咧都好易仆親。咁當時候咧媽媽為咗照顧呢個小朋友，更加辭職做咗全職嘅媽媽。經過一連串中心嘅訓練同埋協康會所提供 PET 親子遊嘅計劃，令到呢個小朋友進步咗好多。小朋友經過中心3年嘅訓練，加上媽媽無微不至嘅照顧，佢由一個完全唔知道點樣發音嘅小朋友，去到佢畢業嗰年呢可以唱兒歌；由一個咧行動力較弱嘅小朋友咧，去到佢畢業喺舞台裏面竟然可以跳 K-pop。呢一個成長嘅進程咧，令到我好感動，亦都令到我相信，只要我哋對小朋友保持盼望，願意同佢哋同行，就一定會見到佢哋嘅成就。今集唔該晒蘇老師，下星期繼續講聲你知，拜拜。